千二啊选里长。我捌一个朋友，因某较有时间，想讲要服务社区，就出来甲人选里长。较早毋捌插过选举，无啥经验，当然落选。阮朋友讲，较早拢是查甫诶做里长，里长伯啊变做专用词。这个时代，有真侪有闲时间诶查某人，想要互家己徛起诶所在搁较好。若会当做里长，出口有力。里长伯啊，这个词无啥下时代需要啊。阮庄里的青衣啊，嘛是一个英人。照讲做里长应该是适当的人选，毋过伫迄个拍行的年代，里长无阶级通领，袂使讲是正业的头路，总是加减嘛有寡社会地位。再来，里长拢是地方的头兄咧做行政的，青衣也是一个这顿食了后顿倒咧拍伫倒伊都毋知的人，哪有可能去甲人选什么里长？阮迄阵实在真揜贴，一寡较现代化的物件，拢比人较晚有。亲像目庄诶，有电火几若年以后，阮遐才咧摕电火条啊。我读国民校4年时，暗时啊，还阁捌行半点钟去目庄看太空飞鼠的漫画。我去都市读初中的时阵，阮规庄也无人有牵电话。迄阵拄好是台湾工业当升等发展的时代，一个一个的火车，甲青少年载去都市学师啊做女工。农村有一寡互土地黏条咧走袂开骹的一伙人，电话变做有紧急代真需要利用的工具。庄里的人捌去问过，请一支电话爱开偌济钱？电信局的讲，因为阮遐也无线路，爱去牵电话专用的电缆线，费用真悬。目庄有人指点，讲若做里长，虽望无月级，毋过政府会补助一支电话甲一份报纸。报纸是摕来包物件好用尔，有无较无啥要紧。电话就无共啊，头一支电话牵了，都有电话线啊。别人要牵，免阁开遐济。阮庄拢总几十户人尔，家己袂当诚做一里，是甲附近的桥仔头合作元斗里。遐是就近几个庄头买米的家市。算真家业，人口数加阮几若倍。里长当然拢是带遐的人咧做。庄里的人伫土地公庙啊开会，决定要竞选即届的里长。庄卡人嘛有因的撇步，因拟定几个作战办法。第一，先探听看即届今年是谁要做。再来，即里的里长拢是用讲的。毋捌真正选过，就是即阵讲的协调。第二，发动庄民，甲今年有生理关系拜托兼威胁，讲若无支持庄年的候选人，后摆就无要甲因交关。第三，用哀求的，恳求今年的头人，讲阮需要电话，简单要做一任里长尔，相信一定会得到人的同情。庄民感觉。若照安尼做，过无偌久，庄内就会有电话啊。亲像故事咧讲的，鸟鼠啊开会讲要甲鸟啊挂联络啊，毋过要派谁去挂，也就是讲谁要出来做里长。原本
无人会去想到清义啊。水院即嘛讲话上大声，毋是伊较歹，伊本底就是大南后空诶。佮因大查某囝伫邦桥带纺织工厂，二查某囝伫台中学车衫，细汉查某囝伫高雄加工区做女工，拢真需要用电话甲厝里联络。人讲若安尼，无就准兄出来选里长，反正伊带着牛诶某，规工用先生做里长上下司。准兄是无反对，毋过因某绝对毋肯。讲准兄毋是款卡笑，会误着正人诶公司。大家拢心肝来有数，伊是惊人迄款，嚼一顿烧，就想要笑，会留镜头，佮夹起来。到时凡事毋是凊彩，佮请一个槟榔粉，就会解决啦。另外，佮考虑小德啊、王清啊、阿文哥，拢惊去影响到因做事，无人肯出来选。清义啊，毋是咧甲人开会。伊拄好倒伫庙边诶树仔骹咧往往困，雄雄到遐爬入伊诶片空，拍一个家唱。大家才注意到伊，有影，伊无田无园，死过做线工啊。有人死，就去做土工啊，耕大厝，趁一顿青草兼三角肉。有人寒定，就斗耕城；有人起厝欠临时土水工，嘛去。这款人无去做里长，有影是拍算人才。拄听到人讲要叫伊选里长，清义啊心品讲，做啥物拢无要紧，毋过做一工要互我偌济爱成功上势，后摆才袂起火。尾啊，伊知影做里长无钱，简单有配电话甲报纸，伊讲。食饭会使配话，敢会使配电话？我3顿都食袂饱，青食都无够，要哪有量上物通拍干兼生咸？报纸是要互我包啥物？这人为要有电话，一直甲囥，先讲都袂翻车。小弟个讲话生本就笑笑，归去甲伊连笑话讲，恁阿爸较早甲你号名清义。就是讲你做人真清，阁有义理。你清是有影清，清啊连生活都困难。讲个义理，我义理安怎？清义啊，接喙问，敢讲我毋捌人情义理？你的名有义是无毋对，毋过这个理就是你无做里长，毋则讲你欠义理。枉亏恁老爸号这个好名，得个安尼甲伊解说。做里长就有义理，清义啊，想进来讲，义理也袂当做饭食，我看要是卖，两箍我有4人加减羹较实在。